對，大家啱啱睇到註冊成交，講緊係威靈頓街翡翠中心而家上咗嚟1樓呢度 ，Tommy and Yummy 嘅 Thai Kitchen 呢度就註冊成交咗3100萬，定額鋪頭呢度1樓噶啦。咁就呢個名家福家族就持貨多年嘅喺呢個餐廳入邊，你落嗰條街先睇到呢個嘅位置啊。呢個係翡翠中心1樓個買鋪票買得鋪啊，所有啲成交你要睇睇，你先知道發生咩事啦。呢個咧超級廣告效應，點解咧？就係下面係國倫街，即係天橋位咧，同埋威靈頓街嘅交界，中環其中一個叫做最旺嘅位置噶啦。上面建築面積講緊2603尺，上面積係1484尺。呢個就係威靈頓街嘅 office 嘅入口位啦。樓上嘅時候咧，就講成個威靈頓街呢個嘅翡翠中心，就係威靈頓街98號啦，係一座22層高嘅商業大廈，落成咧就係92年嘅時候。咁啊，4樓以上就寫字樓啦，1、2、3樓咧就係呢個嘅商鋪。睇到呢個國倫街最旺位啦，對面天橋咧一路行到去呢個蘇豪方向啦。咁今次講緊咧就係呢一個上面 corner 位，呢個 Tommy Yummy Thai Cafe 成棟嘅大廈，威靈頓街98號翡翠中心賣散業權噶啦。再落翻嚟睇睇，呢度係威靈頓街、國倫街，向左就上環方向啦，向右就係呢個中環方向啦。所以咧，呢個咧就廣告效應就十足啦，因為所有咧天橋嘅人咧行過嘅時候咧，都見到呢個 Tommy Yummy Thai Cafe 嘅，同埋前排作為一個成交比較，呢個餃子園1年前嘅時候曾經同你講過，大約係948尺啦，就註冊成交咗係3000萬，賣出嚟嘅業主咧都係叫做名家福嘅家族啊，老牌家族，持貨好多年噶啦，揸咗幾十年嘅時間，咁啊而家就佢有一籃子嘅物業咧就拎出嚟去放手。所以下面呢間1年前就賣咗係3000萬啦，餃子園咧大概948尺，樓上咧今次講緊建築面積係2603尺，就沽咗3100萬。用差物業估價署3.6厘回報計算嘅話，93000蚊就搞掂咯。咁大個廣告位有間餐廳喺度，人流又十足，中環消費力強嘅時候，實得冇問題。唔使食10分鐘1分收拾，這個7分位置。我係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利，記住香港買鋪租鋪揾我，同埋業主有鋪放手，積極地買一鋪寄貨啦。多謝你先，拜拜。